朋友，今日個項目翻到看福起來，我係阿明哥劉浩明。有人講2020年係台灣嘅 podcast 嘅元年，其實我哋呢嗰套自媒體嘅一啲作者，有個 podcast 以後，一路唔是對睇我哋呢面書啦，網絡聽我哋 YouTube 嘅地方，有幾多人講其實 podcast 伊個嘅主持人，伊個影響力比我哋幾多名風還個大。我哋今日有請到我唔單止係一個書店嘅老闆，同時亦嘛主持自家嘅 podcast。馬上歡迎我哋呢邱世航、邱小姐來到嚟欣賞。世航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世航，台福。台福係咪日本嘅嗰種麻糬？麻糬。啊，其實係名貴號是台福還是貴號？沒，都好商鋪上面。哦，其實有的台福嘅形式。一款茶誒，嗰度叫台福安尼。不是變成人為的綽號出來。好。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節目講嘅時候，你講其實後來你就係開啲書店嘛，然後後來做 podcast，但是我哋提供你以前嗰種其實行到幾多國家係咪？其實冇幾多啦，就3個。3個？你喺呢個還是哪條嘅公？佢走有4條路安尼。有4條路，那其實有哪什麼地方啊？一開始香港啊、日本、中國安尼。咁其實就做乜會去香港咯？就拄好有個機會，工作嘅機會，係就介紹到嗰邊，就第嗰邊4條路安尼。但是問題其實係哪久嘅時間去嘅呀？因為吼其實早期香港對我哋台灣人來講話，有幾多嘅時期啊？有一陣嘅譬如講差唔多民國60年嘅時間，其實香港其實還是算個比我哋台灣個落後。後來有陣時間100個國家。後來我哋差唔多民國70年、80年起嘅時候，其實香港都變成一個算是我哋兩岸地區，算是個幾繁榮嘅一個地方，唔單止風景啊，而係咧我哋講街頭巷嘅情形啊，因為我哋而家看到嗰度懷念香港嗰時節嘅街景嘅嗰種東西，差唔多出現嘅都係嗰時節，好招牌啦，然後安湖呀，全部嗰種霓虹燈嘛嘅景啊，嗰時節香港，嗰時嗰時喺香港差唔多民國多少年？10多年前。10多年前，嗰時嗰時其實香港還是該發展該大嘅時節。應該算幹嘛？回歸了冇？應該先講回歸了沒有？回歸了啦。哦，其實已經回歸了。97回歸。97回歸了。因為其實回歸前同回歸後，是冇相同嘅。嗰時節幾多年開始講華語。因為其實回歸前我哋去香港嘅時候，伊哋都講英文。講英文嗰度，香港話呢。然後後來回歸以後，你都開始看到嗰度店面開始會講華語，講嗰啲香港強嘅華語啦。係，但是有時候看到我哋唐講我哋嘅華語又唔係講佢字正腔圓，好，都啲嘅台灣強嘅華語嚇，嗰時有時有個朋友嚟講，你哪來啊？講我哋台灣來啊，其實可能我哋真係喺香港冇聽過，我哋香港人其實發現。我哋講97前跟97後嘅香港，其實還是有一些是冇聽過。嗰陣係我哋講97後去嘅香港，咁其實去香港嘅一啲印象係乜呀？改革，啊，每年你幹嘛嘅？行路行改革，吃飯是改革。係我嘛，從來想一件事情咯，都係按家做嘛咯。就冇時間幹嘛？啱唔對，香港你可能時間搞個少幹嘛？係真係唔對。因為我哋講係觀光客啦嚇，嗰時我哋嘛講唔清楚講啊，可能真係我哋會講生意做幾大，而家一秒鐘可能100萬上下，係。但是你睇嘅係講話，即係咁講到講，做乜喺香港人哋鋪條會按價？因為你講物價貴啊，條路嘛佢廢棄。迄假使個條路好做咩？其實佢假使冇做好，可能俾你廢掉嗰條。那它其實用到一個幾競爭係咪？競爭的一個地方。可能有一啲暫時的話，可能我俾你取代呢？係啊，被取代率幾高啊。嗰時佢佢哋嗰競爭呢，一啲情形底下，嗰時變成每啲人其實做事情嗰度買個東西，都希望講即個可以做嗰度份嘅工作，冇得講可以做嗰。我就有業績，我佢好安尼。所以佢夾啲每個年都幹安尼。咁你幾時喺香港嘅話，差唔多得睇嘅黑嚟多年？黑嚟多年，其實我2年就過來台灣100，所以其實斷續續黑嚟10年幹嘛？咁種咱哋多少差唔多喺度10年。香港對你嚟講影響佢什麼事情嘛？
除了伊航路轨架，泰加马个速度轨架，公巴马轨架，还有就香港的天阳干嘛？里面的韩式就开始有看香港的天阳，然后就那种地方就，哦。原来是这里哦，就各种朝圣的各种，哇，庙街12少，那第一个地方就是庙街，那就看那个庙街12少，然后你马上去隔壁有点煲仔饭有没有？你说嘛，如果苦我提给然后看到啊，波兰街、庙街，里面其实都发现到，哎，我等你香港的这种天阳冇人洋向柜台呢。会啊，其实有一个东西，俺定谈过东西，文内班有谈过嘛，文内班啊，煲仔糕係咪？煲仔糕，对，错，俺就因为俺看新不了情，啊，也一拜也是煲仔糕，哈，煲仔糕，我跟没文内班哈，看这个时间看到，啊，所以俺后来去香港时，俺就去食呀煲仔糕。结果係咪文內班？因為我冇試講，我都想講，其實就文內班啊。因为但是我洗了，而且伊迄川腔下種哦，冇安好吃啦，冇啊，好吃啦，人哋喊你這個真係好吃。因為但是我哋呢，個泰國然後用講，我哋呢講軟啦，也不講硬長啊。啊，地方其實有時要講種風頭嗰條，嗰度顏色地方，個漆，看到個漆。哦，嗰時係對新不了情。嗰種同我講嘅，望嘅廟街啦，波蘭街啦，嗰種我哋其實。因為香港嘅片嘅地方，對於我哋台灣人嚟講嘅話，如果其他嘅內列啦，嚇，譬如講警察嘅內列，嚇，然後叫做還有咩乜呀？古惑仔系列，好，另外的那廟街12少啦，好，記得，然後還有賭徒嘅內列，好，都賭博嘅，好，最後還有啲殭屍系列，嗰個其實對於我哋嘅是也是台灣人嚟講嘅話，其實。香港真係對天陽地方，我哋去認識香港，好似我講嘅行路國家、示範國家，咁個行路外面如果有看到古惑仔，冇到以前咧，其實英國時代冇到講797之後嘛，有一陣慢慢流動，嗰種英國留下來嗰種香港制服、香港警察制服藍色的嗰啲，其實看到話很帥氣，好看啊，好，然後還有如果啊，常常講後面去到嗰邊路巷如果看得到명聲。真是對的。像有一班我因為買董事團買偏檔買三明治啊，是講唔會食嗰度，那就我貴去辦公室，那有見工人下邊有個 mall，啊上面有個電扶梯啊，下嚟個你，個面書個啊點下來看，那個邱淑貞哦，本人漂亮。係啊，嗰種變成哦，伊啲細細模態的地方看啊。啊！你講翻來，其實變成講，以前嘅天陽嘅工業嘅發展同影響，其實對由於師徒嘅人來講，其實係影響幾大嘅。好，佢等於講，基本嘢雖然講唔係去工作，我係去觀光，但對我來講話，有啲地方唔係按上數啊。其實係啊係啊。哦，等於講對天陽地方，我哋多多少少嗰種認識以前嘅生活地方嘅一部分。錯。唔講係幾時係去到香港係試到幾乜嘅燒臘嘅時間，就真想沒有台灣咁鬼厲害哦，台灣咁過食，但是啊，因為啲飯啊，可能是唔是講嘅時間，香港嘅飯咁鬼硬嘅時間。還有幾時都咁樣講，譬如說我哋常常講嗰種茶餐廳啊，好可能好，因為講嘅太遠哦，可能喺節目地方有一啲飲茶系列啦，哈。但是後來我哋去香港嘅時候，都發現哦，啲茶餐廳。佢喊你嗬，係啊，佢喊啊，佢喊，然後又坐嘅燈你嗬逼出，係錯。你等於講，其實姨媽唔希望唔坐過久，冇，唔係假使坐太久，咁樣會奇怪。係，佢種會對人樣誒，就態度唔係幾好啦。然後點菜嘅部分，嘛幾惡啊。係你希望講。唔多嚟看佢哋冇，嗰種講其實你下去聽到啲講，唔係是乜個東西，唔可以講個香港人有時候台灣講，哦你先看一下，我待會再回來，對，你要知道，有人唔介意。係，嗰時我幾時都感覺到，一些時間，你發現同人天是可能多少少有冇共樣啦，但是你還是會刺眼的去融入入去啲生活地方。可能還是看嘅天陽看啊。就嗰時講嘅咩，就想到覺得這個香港人嚟，到後面就可能就搶東西冇安好食，
冇台湾个安和森的，其他其实差不多啦，差不多。我想问一下哦，其实香港有行业的啲冇？外地啊，咁你幾時只有特別以前多嘅行業的一個兩個嘅地方？冇呢，因為到嗰邊就其實就係，旺角中環，就是那嗰邊其實就是大家講香港發明嚇，啊其實就即個你看個聽學嘅糖果嘅學嘅，啊糖度即係糖嘅食，啊講就講啊鬼慢，啊人講糖都愛講就啲愛咩香港人。佢幾時就講香港話對你嚟講會困難冇？唔會，其實唔會，因為就可能其實就韓式係就看嘅聽嘅時候聽人講，係就會好一些咧，喺地馬嘅東西唔好講，講嗰啲 money 真係做唔得，係。嗰時候其實多多少少其實在唔係講完全變成去香港人去香港工作以前，其實我哋講。對天洋地方的好多香港的知識，無論香港的一種菜體的想法觀念，其實大部分對天洋地方都搞唔明真係。係啊，嗰時啊。嗰時其實天洋工業的影響真係幾大。錯。好。嗰時其實多一個地方，唔單止講，喺黑的時間，咱可以去了解嘅地方，其實有時間對天洋地方嘛，可以多多少少了解哦。其實下我等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思行，伊同人講，伊啲幾時節在香港工作嘅時節嘅一啲想法，還有伊自家嘅經歷。我想問一下哦，迄輪自家嘛去過日本嘛？吼，嘛係因為工作嘅關係係咪？咁其實喺日本久啊？其實就差不多1年到2年，幹嘛？會2年幹嘛？因為頭多節目一開始嘅時間，你這個有講，這個本來喺日本那邊入面嘛。可是其實，那你喺日本應該生活的應該會吃菜吧？唔會差。日本人因為人咩行路又冇，其實日本人幾時係啲特別係東京、東京。啊，其實人行路嘛會嘅，係嘛？不過可能是講咧香港嘅一種方式，所以到日本就差唔多。吃鹽嚟，會吃鹽。其實東京啲地方，我看地方啦。我當我而家上班嘅地方，即係而家一9點嘅時間，一停完站喺度，我當然會發覺講一陣，好行路嗰樣。但是其實到其他時間嘅時間，冇睇人行路人行啊。其實平時唔會啦。係平時是唔會。嗰種唔單你喺東京嘅話，唔即係會感覺到，應該嚟講，我哋係咪攰到我哋頭多想法？唔對日本的認識，除了係因為這個台灣講日文呢，還是講，咪係對一些的天洋地方去認識日本的咯。我還有日劇，我都喜歡講其他東西。係日劇哈。係啊，其實可能係講學日本的洋片。係啊。哦，係冇。其實對我哋來講，我感覺到講，其實真係了解的地方，因為天洋的文化影響力真係幾大呢。錯，真係，因為看到嗰度。有講，因為其實我同我阿公伊嘛有個韓式嘛，我對我韓式嘅時節會跟我講日文，然後探時講嘛嘅，啊後來我讀大學嘅時候讀日文咧，其實咪幾個聽，有講總算都較有人談嘅時可以跟伊講日文嘅，啊我因為聽咧伊就，我接觸過到日本嘅一些樣片啦，咁我就音樂嘅條，所以我其實唔會講咁陌生啦對日本啊。啊，後來睇有講到嘅呀日劇嗰啲嘛嘅，看到其實到日本嘅世界，反而更不陌生，嗰種感覺。嗰個你是能夠叫嘅，終於來到這裡。係啊，嗰時候因為天洋嘅關係，我哋認識到香港，認識日本。咁後來即個嘛講，即個有去過中國嘛。係，佢去中國嘛係工作嘅關係。錯。去到哪呀？北京同大連。哦，北京大連，北京路一帶個。我哋講，你現在幾時就應該北京路已經發展得幾完全了吧？係啊。唔係有看過胡同喎？啊，就喺嗰條邊。你幾時咪有胡同啊？喺嗰條冇擦槍？唔係盲擦槍。嚇。鐵插唔過盲擦到係喺個地方。因為其實有時我哋因為我哋個早期我哋有去過上海、北京咧，嚇對。也勸生人，嚇我哋講，佢是太艱辛，然後其實。
两种的风情已经完全无共用的。北京怎么讲？嗰时间系喺第个片，日本系乜嘅啊？就是嗰种巷口小卖店嗰种。嗰路尾其實佢面向嘅三合院嗰度佢是廠，還有你可以買賣咩哈？就一個三合院底部就嗰度附近嘅，就是佢。那种违和感很重。因为其實我哋喺上海嘅時間，其實上海有啲上海新天地。有一邊我停車嘛，乘嘅朋友唔知走哪去嘅，佢話都無小心都行過幾條街，我都發現我都嗰種跌嚟行到一個另外一個中國，其實都一個細細空洞嘅地方，然後睇下人做。拍攝的我哋講背心啊，然後企喺個風嘅最大地步，拿着我哋種所謂的鋼杯，啲食東西，然後就上面都健康啊。你發現，可是我哋行過一條街。上海、北京這種標準感覺很明顯，就是過了一條街，兩個世界。係，都變成一啲地方係發展嘅嗰種文化觀光區，但另外一邊是變成生態區嘅世界。好，都完全冇傾啊！當我相信講，其實更加發展以後，可能也都慢慢的都冇嘅。係啊，有點可惜啊。係因為對我哋來講嘅話，我哋早期對北京嘅影響係記得我哋聽到國民政府來嘅台灣嘅幾多嘅作家，好，如果係其實係對北京嘅影響，嗰種其實對我來講嘅話，我嘅印象係老北京啊，譬如說吃乜豆汁啦、兔兒爺啦，還記得我嘅印象係老北京，嗰時候其實我去北京嘅時候，我發現到同埋印象完全冇共用。冇共用。係，嗰時候真係香港還有去過胡同。係，嗰時嗰種感覺都講想講，我哋對文學地部認識嘅北京，真正是而家北京嘅樣嘅已經冇共用。文學地部認識嘅北京啊，你透過孔乙己嘛。有個孔乙己飯店，就提我喺個地方嘅復刻。係哦。就真是迄個面是茴香豆。唔係嗰好食啦，佢有名，佢就賣孔乙己啊，因為魯迅嘅係有名嘅係啊，好吃哦。那你講我就想到一件事，因為嗰陣喺上海嘅時間，我都喺嗰陣時，我哋做，因為車站路唔地路嘛，嗰陣我哋出去過來路坐機行茶，機行茶其實話冇講貴，但是嗰陣我都提講我哋喺某個飯店嘛，講那個我知道，我講昨晚我訂咯，那個是解放後第一個高樓，我講黃埔飯店嗎？係，佢係講嗰時對嗰飯店唔係講過過去，但是係一定當初上海地部嗰重要一棟大樓係，我當我發現到原來，唔係係咧就一定我能夠著名嘅嗰種地標地部嗰種感覺，嗰個人喺同國，照理講我哋食的生活習慣應該嘛過共樣嘅吧？冇，我哋畢竟我睇多幾片嘅時間，我睇船。其實看到我唔地嗰樣嘅店，你冇菜好店，就是研究搶嗰度肉，就嗰度肉，我就問我等我去食飯嘅朋友嚟講，有搶菜可以食嗎？搶菜是嘛個搶菜個最接近蔬菜就會飯條嘅，冇呢度嗰個時間，你就聽嚟食啊，係啊個吃啊個時間，記得個印象個食，咁我嗰度羊肉、牛肉、肉類。係，一定睇嗰邊路邊嗰種鍋類啦，嚇嗰種東西路邊咧，但是相對起來，像我哋台灣嘅飲食嘅話，一定嗰種風味我哋個冇接受到。係，我還是講靠個香料嘅米絲啦，跟嘛個靠個用牛嘅時間，孜然啊都好啦。係啊，因為嗰時間我哋去有啲雲南店，係啦，一路搶下嚟，是咧，一可能店冇幾多嘛，一路搶下嚟送了一條嘛個呀香料魚，係，我想香料魚可能都泰式檸檬魚咁樣嘅，一拿上來我都想講有試過冇？你吃臭魚，嗰啲，然後上面全部香料，嗰種我哋睇。頭都行到路巷嗰時候，跌咗睇個臭袋裏邊，然後剛拿上來，後來發現唔係，其實全部都是香料。對，但是貴香貴好食，但是看後來嘅樣誒，佢貼嘅賣相不好。係賣相不好，但是其實真的貴好食。其實好食，其實個邊面真係。嗰時我後來都發現，其實有啲東西真係，雖然講我哋係華人，我哋講共樣話，是共樣。但是其實因為我哋算南方嘅民族嘛，係嗰時第二個其實我哋去北京啊，去上海其實我發現到
这是蛮莫平庸的一种风景。现在个差几多的地方啊，饮食习惯嘛，个有几多差。是啦，咁最慢都上我问讲，个人即个去过香港，去过日本，去过中国，等于你讲，其实我哋东北亚地方算是quite繁华、quite发展quite好的地方都去过嘅。佢最慢做乜古人面濃嘛？就我個上路卡，我爸爸媽媽要路嗰上路卡唔是一條古來路卡，古來流了了好好嘅啊！沒，嗰時就拄好拄到一些事情啊，沒有講我就上路講有沒有講我睇，迄假使我在睇嗰邊走下去，沒弄我個人會變得鬼唔好。我個時間。你講喺身體鬼唔好，還是你的人格會變得鬼唔好？我人格會變得鬼唔好，我性格鬼唔好，我變得格鬼唔好安尼，就安尼，可能我媽媽會鬼。我很難過安尼，所以我想講啊，就幾好嘅啦安尼。啊，拄好嗰陣爸媽又老人嚟行，啊，我就看，其實就只是個拄好，就是拄到過年，因為我看過年前會做甜班嘅，哎，會過來聽書，所以就嗰時就過太呀，就過啊過，所以我就過來好嘅，我就過來。雖然按你講吼，但是其實我哋有時會有兩條路線，你講，原來香港嘅生活很無聊哦，咁我還是歸去我嘅態度是點樣喺度，可是做乜你選擇聽一條路，你會因為講，咁我還是留下來，你冇，其實冇感覺到講，其實喺香港生活歸無聊嚇。會啊，又歸慢啊，買一個東西找一個錢要等個久啊。係，佢嘛係一回事，但是講。可能講觸及冇按到啊，刺激沒那麼多，而且那去看的東西，得到一個自信，其實冇按價。咁其實有考慮到講，也未等於講搬過來以後，你會損失一個東西哦。我有想過啊，唔講係喺過來，你對我嚟講係講係，你看你爸爸媽媽嫁過創業，係想喺過來同你傾下嘅。係咪講？因為其實萬世睇美濃嘅伊啲經驗係好嘅，可是等你做安尼人生地位過太家庭嘅時節，也部分咧會影響到佢可能做也家庭。迄按嚟講，錯解，因為係其實問題都講，那部分咧因為講萬世嘅影響地位係好嘅咯。而且我雖然我韓式也好，冇乜個朋友。我哋我都講中年呢，我爸媽，在講我其實我講無聊嘅事呢，冇朋友講無聊，冇你會請我聊，即個講即個聊咩嚇？我爸媽又講我看書，但你是個夾啦，我要挑書本嚟看，拿報紙拿書本嚟看，唔過有時就本來我出去聊，正常一些，我媽講，所以我係掉下馬拉怪，所以我就好多樣嘅即個我要買個仙公啊。啊，就拿個線，你嗰啲飼料拖一個線嚟搭起來，即係雕蛤蟆拉罐。嗰時就係用蛤蟆拉罐，見嗰種模樣，蛤蟆拉罐。係啊，佢個人嘅記憶㗎嘛，所以我假設嚟講，我睇面同嘅回憶幾好。喺個香港、日本還有中國的市場，最尾也還是歸來我的面濃，但是以歸來面濃，但是可以加書店，嘛做 podcast。下一段節目我都同他講講，馬上錄 podcast 啊，還有市場也很有做嘅，休息下哦，等下我就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段節目來自美濃嘅市場，伊同人講，伊做乜會貴到我哋美濃？個地講其實美濃可以喺書店面係話，其實嘛可以喺 podcast 什麼？係，好。你會同啲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乜叫做 podcast 咯 ？podcast 就其實就用手機嘅可以直接聽，唔過有人講用網絡聽嘅嗰種廣播節目咁樣，嗰啲槍唔過有唔咩？伊沒垃圾哦，沒垃圾個節目，但是也用手機嘅糖，用連線嘅可以連線嘅手機。用糖喺度啦。係，咁都變成講以後面有啲固定嘅時間，譬如講我哋有時11點到12點，我哋聽某個主持人嘅節目，學我哋垃圾有係時間限嘅嘛。冇固定嘅時間性冇。其實比如講我即個我哋開節目，我可能固定
拜一到就上架，录上节目，上节目啊，其实就会一直在那边，但是我躺演，随时都可以躺。对，我们可以下载啦，我们可以下载。等于如果以唔好像我哋垃圾啊节目用嚟講，天一天固定時間一躺，天二你講無躺到都冇誒。可能等，迄假是天台本身有準備，可能就重播。係，你要等重播時間，但真係唔係，你這個標上節目標上去以後，你這個馬個時就可以躺。係，從馬個時就可以躺。嗰時等於你講，以前嘅節目啊嘛可能躺得到，譬如講今日加入嘅，反正講個神奇哦，係咪可以躺以前嘅節目嘛躺得到？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節目嘅名稱係乜呀？一開始，去年的開始做嘅節目就優質。優就是優為哪優，質就會研製製。對優質開始，優質就專門講美濃的事情。所以我開始美濃的事對優為哪開始，太難好，我哋優質我哋開始。不過因為我為提優質地步講啊，到嗰度天陽屯音樂啦，咁我就數嗰條，我學生嘅阿明姑就甲我講，就只係在開個節目，專門講天陽數的音樂，隨便跟你講，我就開一個有講頭。其優質其實還有技術啲做，不過就換一個形式啦，就專門去訪問地方的女性啦，所以有一個現在優質說她。嗰度變成講優質都差不多講我哋美濃的人事物，有講頭都講天陽屯數，睇有不斷係兩睇一啲不一樣。但我想問你講，做乜嘅譬如講，做乜我想到講用做 podcast 嘅安尼嘅形式來接觸他個，冇得講推廣他個。其實我一開始冇想過要做 podcast，我一開始就想我為了我自己想要收集一些東西，比如講美濃的聲音。風的聲音，水的聲音，連皮市場裡面買東西，馬年的聲音，超市的聲音，就嗰種介意留下來。不過我好想佢條講到阿明姑，伊甲我講，咁我嚟做一個，因為我哋買種 podcast 嘛，種係啲啊，有啲糖啊，咁我嚟做嘛，就開始嚟研究安尼，就安尼開始誒，就讀好，就去年開始安尼。佢做安尼開始嘅時間，因為唔像我哋咧垃圾一樣啊，垃圾其實你開一個新節目。如果有幾多嘅宣傳啦，嚇，Q 嘅節目同宣傳冇有兩年會同單。但係問題係從我哋咧 podcast 嚟講嘅話，有冇一啲可以賺得到嘅頻道，好，然後出邊即係每個人用手機冇，有啲人用蘋果，有啲人用安卓系統。佢從難嚟話，唔係輕用去把這家嘅節目推廣出來咯，還是講其實冇去推廣，你想我躺到都會停下來安尼。其實我哋冇乜嘅，我有跟朋友講，我哋啲準備做乜嘅東西，迄假是躺到有個期，你就講宣傳天數就很不要臉啦，就跟朋友天數安尼。唔過人哋躺，嗰度我唔認識你開始躺，就一年嘅做一年嘅哦，一年下來嗰度認識嗰度，你邊個節目認識嗰度？係因為我哋以前有訪問過，其實喺美濃有開始做體防保嘅，好專門做體防保嘅。如果發現到個其實喺啲寫純正嘅地方吼，佢適合有安尼我哋講屬於也要體防嘅一啲報紙，保款吼，因為鴉片體防嘅保款，而那會把我哋講初一嘅體防標喺條鴉片，因為嗰種係全國性冇到全陽性嘅報紙啊嘛，但報到鴉體防嘅時候可能是過太條嘅，冇殺人啊，冇出事情。但是有時候其實我哋過創業民生新聞，其實過時冇過出得用我哋體防嘅嗰種雜誌來呈現嘛。咁你自己做一啲算 podcast 其實講太馬冇太細冇細，因為其實講你講。美國人你躺得到，躺得到，好，因為用天龍嘛，好，因為沒用樹躺誒。但是你要躺中地步，你這個因為講喺美濃人嗰度，還是其實喺外面嘅人嗰度啊？美濃人改少，美濃人嗰少，改少，外地嘅人家嗰度。我呢有一個美國的聽眾，還有西班牙，最演西班牙㗎嘛？哦，好似哦。佢簡單嚟講，等於講我哋頭先講嘅，譬如講伊啲體防雜誌講體防師嘅嗰種嘅功能，其實唔係有嘅功能。唔係。比如講其實以優質嚟講，好嘅優質家佢想其實講，我哋因為看美濃，就我哋佢講，佢假使講到我哋因為看美濃，講叫變我哋用媽咪。
可能太黏可能唔好糖啦，哎呀，你媽唔敢俾糖啦，啲糖都唔點用有發電咯。咁像咱的經驗也團業用 podcast 以後啊，我會發現到講其實 podcast 嘅部分，你即個你咪講對伊啲寫純真的來講嘅話，無論講對你來講嘅話，伊係最大功能係乜嘅呀？因為愛，你講係愛，這個節目以優質啦、共同來的，其實愛冇限制，就是你可以假使你只是講到那個，情緒上來，你真的想罵髒話嗎 ？OK， 可以，但是你就是很真實，很真實的想法咧，所以可能其實嗰度來接觸我訪問的朋友，一開始講過緊張，不過差不多過5分鐘、10分鐘講開。某個時間沒辦法。是喝開還是講開？只有一個喝開，其他講，其他講開安尼。我有一個朋友，送禮拜有來，我就講，因為可以吃秘魯嘛，我愛嘗試咩，就愛飲秘魯就開始講安尼。係啊，其實有啲人會希望講有一些講原始的一啲飲料可以幫伊過豐盛一些，哈，過豐盛一些，又過好講法。就可以。咁從頭都講。而家兩個節目裡邊，伊哋係講米農斯嘛，哈，伊哋講樹屯天陽。哦，睇天陽嘅部分，頭先我哋睇有一個分享啊，其實我哋嗰啲動音時代希望全部用天陽嘛。但樹嘅部分哦，樹嘅部分哦，因為太后屯研究所讀文學相關，就是文學院啲學生嘅嘛，所以我就講搞幾多純文學，有嘅時節可能會講到一些，你講就是華文散文創作啦，小說可能會挑作家，佢已經係可以發現佢講，佢加上係講樹，冇人會談，講天陽搞幾多人會談啊？係因為也攏係想我問你講，因為其實講對，先冇講我哋咧，後來我哋我接觸嘅嘢多啦，因為其實對我哋也經驗我哋。台灣的樹的數量來講的話，其實都我哋個雪崩式的往下跌。哦，好，那個特別的部分嚟講，純文學嘅部分，又是雪崩裡面的雪崩。係因為其實你睇下地方吼，可能還雖然講買樹嘅人個少嘅，但是底部還是會有銷量冠軍，大部分都嘛投資理財、命理。因為最近的話都問身材雕塑，譬如講健身啦，佢買幾好。因為其實種純文學嘅也部分嘅東西越嚟越少嘅。咁你擺標，我哋講節目地位化，你這個想法係嘛咯？係一種分享，還是講希望講經過人家嘅一啲設計，他人可以用另外嘅角度重新去看純文學嘅東西。呢個一定係講自家嗰行啊，唔需要嘅是講去讀從純文學東西咩嚇。另外就係其實文學，小說感覺詩啦、散文嗰啲，其實你長時間天天嚟讀，唔可能第一擺讀嘅時冇乜了解講，第一講乜嘅，唔過去感覺啊，去 feel 感覺它，有一年某一個時刻一個 moment， 你會知道哦，原來講的就是這個。那就是一種累積啊、底蘊啊、文化的底蘊啊，所以我想經常會感覺一本太家底，然後我那個演繹，因為有的東西沒講，不是那麼速食的東西，它不是讀了你就會，你會聽的去感受，安尼。都上頭都講嘅，其實純文學有幾多位文學嘅價值係睇，而後來睇，安尼講睇整個文學嘅鋪陳底部，一直到後來以發酵出來那個東西哈。我感覺到講啊，前面你感覺到最尾真的是變成一個最大寶點嘛。如果最大一個感覺的時間，你發現哇，有作品真是有共同愛。但是因為最近呢，我哋講社群媒體，好，網絡講我哋更加嘅面書、臉書的嗰種留言的方法，其實他們唔是搞一種圖。嗰種講嗰種一點嗰種嗰淺的我哋密貼嘅呀，好淺碟文化。對，錯。那一種淺的密貼的文化地方，其實都本人從頭都講，實質是有打動愛冇，冇打動愛都3塊，我一年做都3塊嘅。嗰就等於講，更加嘅人冇到有時間去慢慢醞釀。係啊，嗰一部分嘅事情能讓我去講。其實講真係冇乜其他辦法去
就真甲你讲，我去读，我去看，我去想，我去感受个字与字之间你在讲嘛的东西，在传达什么东西，然后给记起来，记到你的生命里。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在说什么，他要传达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如果经过时间后，这种感觉，对感情的感觉，对事物的感觉，唔能感觉到一个表面的个部分。但是一部分的一种我哋讲底蕴啦，哈，一种长度，其实如果读文学的作品，对啊，花一些时间去读啊。唔是讲，今日你拿到一本书，就一下2点钟、3点就可以读下去。你一生你读嘛唔快啊。比如我打个比喻，一本书，玫瑰的名字，一本小说，意大利的小说家，几年前过世呢，啊，他叫安贝多艾克，啊，这本书我读了11年，怎样读下？读了11年啊，就全部读下来，我定读唔成，我冇看成。啊，当我读研究所的时间，我拿出来写，就我其实论文发表嘛，就用一本书。这时间我样，我才发现到我稍微接近这本书一点，就是明白读一本书，天天也读，我们会越来越接近他要说什么，我觉得那感觉很好。嗰时候其实归来迷农一件事情，对人来讲嘅话，係咪其實像一本書一樣？其實慢慢的就聽到自己嘅。我過來以後，你開始去學用嘅認識自己。我係講唔多見認識自己嘅冇，係講天天的認識自己。韓國嘅、香港、日本還有中國的市場，怎麼歸到迷農，從事啲迷農尋到自己。今日感謝市場來現場同分享到這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下年來聊，拜拜。